来啉了，来庆祝一下啦哈。啊！哎，有影，看要爱食啥吼，搁较叫吼。啊，酒若无够，搁较换一个吼。这摊我请，开我的啦。对啦，领导诶，靠你请这摊。讲的啥物话啦？啊，这一个代志我都遐顺利，拢嘛靠恁大家斗三工啊。好，夫妇安尼真正吼，信哦。好，目睭戴到偌大蕊的。迄娘缘投的啊！你安尼，迄娘一工安尼带一个，迄娘恁母啊安尼听甲信，拢相信你哦。一工带一个，伊看我目睭就用要火去啊！煞来我搁学碰风啉的碰风者。好，我讲母啊，你还袂看过，还搁规拖拉裤咧。连讲我介绍你出。啊！哎，这缘投的，你真是安尼甲恁母啊讲哦。迄娘啊！你讲若代志，迄娘若圆满的时阵，迄娘的，迄娘。好啦，莫提迄娘的啦。迄娘的吼，我知啦，早就传好啊啦，但是。有迄娘有传过。来，讲一包。哦，有传哦。买大包，买啦。感谢恁的，好啦，先坐起来，来啦，做伙啉一个啦。来，这届吼，建讲吼，你感谢恁两个的老朋友招我，来骗阮母啊。哈，来，干杯！来。我你讲，阮后生遐女朋友拢总是用钱去租转来哦。当然的咯，我敢会甲你骗哟？迄我亲目看的呢。哎哟，想袂到，阮后生安尼为着讲要我看伊的女朋友，竟然用这个手段去租女朋友。哎呦，迄别项哦，我都唔知影啦。佮后有一个讲用钱请查女找朋友，啊内底咧盈利。哎呦，迄哦，迄红包哦，一人安尼包一包哦，迄是偌大包的了，可怜哦。迄安尼话也唔知我老母安尼为着囝安尼费尽心血。也今日袂体谅老母，也用这个方法来刺激老母。唉，后呀，拄即幕啊，我是讲哦，有桩代志想要问你哦，唔知好意思讲无？但咱是老同师啊，遐尼久的朋友啊，当有啥物秘密对啊？看有啥物代志，你不关心嘛，通安问我啊。好，这是安尼啦。因为哦，我感觉哦，贵妃哦，迄人哦，生做水啊，个乖咧，咧我遐做事哦，哎哟，足认真的哦。暗时啊，转来你才困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讲哦，来恁厝住遐久啊哦，恁遐哦，拢对拢无啥物好感呢。嘿，我是咧讲哦，唔知恁囝这身躯哦，唔知有啥物毛病吼。哦，你咧讲的意思就是讲，阮囝某部分的机能，毋知是毋是有缺陷啊？这有影哦，要无伊是一个查甫人咧，应该对查某囡仔，总讲一句嘛，上少爱小可动感情一个啊。啊，这事底吼，我一定要好好甲问看卖呢。哎，母啊！母啊，我倒来。好，哟，安尼进，是遐济啊？缘投的。母啊，啊是讲今仔日是休困日对无？啊你无去钓鱼哦？无啦。哦，啊你敢讲今仔日出去有搁交女朋友啊？无啦，我拄则吼，都带女朋友去看电影，拄啊转来哩啊。哦，安尼今仔日算交女朋友的日子啦。啊，带去看电影，安尼迄个电影票是毋是你开，还是迄查某囡仔开？哎呦，母啊！啊，做无讲我是查甫的人，对方是查某囡仔呢。啊，电影票的钱当然是我爱开啊。哦，有影啦，咱查甫带女朋友去看电影，啊开一个电影票，哪有啥嘿？啊是讲看电影煞了后，你毋知有搁包红包互迄个查某囡仔无？红包？什么红包啊？啊，免做第七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即款的代志哦，我已经看到啊啦。哎呦，迄天我伫面搭哦，也迄个碰风的啦，啊，甲迄大只的啦，哦，因两个伫个啊，你就安尼看红包传出来，一人拢一包，你若说我无看伊哦，太晓想咧，我甲你讲啦，迄老母哦爱听啦，老母敢若一个人尔啦，哎呦，你即摆若袂晓友啊哦，等后摆若要友好的时阵袂赴啊啦，哎，海丽姐嘛，迄天的代志拢知影。当然的啦，我哪有看，我哪会无看的？唔通啦，唔通互老母安尼带你艰苦心啦，较乖咧啦，听老母的话啦。
我来讲落去哦，我遐杯会呛关起来啦。嘿，倒一无啊？我是讲我不来转啦。你要先走啊？嘿咯。哦，安尼嘛好。你就会记得甲问下。哦。若产有即个囝吼，我吼有生哦，当做无父啦。看行吼。母啊，其实吼，海里仔真拄则咧讲迄代志，我用钱去租女朋友转来互你看。我会安尼做吼，我拢嘛是为着讲要互你吼，心肝内你毋免讲啦，这是你友好一部分，我知影啦。原因也是讲恁母啊，甲你逼的啦。我就是逼你甲贵妃啊，讲两个都爱杀做对啦。啊，你毋愿啦，你敢讲讲你外口有女朋友，结果吼，你是拢无交到半个女朋友，拢总用钱去做，安尼对毋对？为着要互我心安啦，对无？哎呦，母啊，你都拢知影嘛，你应该袂怪我对啦。我这是袂怪你啦，但这错就错去了，后摆毋通搁安尼做啊，对无？你后摆若安尼做吼，母啊不但讲吼袂原谅你，煞会生气哦。我知影啦。阿囝，啊，安尼啊吼，还佫有一件代志要问你啦。我是讲，你的身躯敢有安尼痒痒？身躯？有安怎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若会早时啊困起来，敢无感觉安尼讲身体身躯某一部分的机能，原来有生一个查甫人？吼，母啊，你即摆吼，因为我不爱较早娶某，你心肝咧乌白收，你即摆想要问啥？我知影，你知无？我是关心讲你的身体是毋是毋好，啊无奈拢一直记住讲我。哎，母啊，你放心啦，你要问的这方面的吼，我真正常，身体嘛真健康伫的啦。我不爱遐早娶是有原因的。虽然讲吼，爸有放遮个祖产互我，啊我吼伫外口也无讲事业有点仔成就，我是无爱想讲遐早娶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好啦，你既然敢若安尼讲哦，恁母啊就暂时相信你啦。啊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恁母啊明仔载要来中药房吼，摕一寡补药转来甲你补，啊，互你的身体较健康咧。我若转好势了，你要照时间甲我食哦。好嘛好嘛，我会甲你验啦，你若无食时，你就知死。吼，讲到迄吼，迄两个人啊，人做伙讲出我有诶无诶，哈，乌白想。那你即摆是啥物表情？你是咧笑啥？我咧笑啥？我咧笑讲吼，有人有够戆的啦，竟然佫用钱去租女朋友。啊哈，含即个代志你也知影？我当然嘛知影啊，因为拄则我咧房间仔底有听到海丽啊、进蛋妹遐咧讲啊，我嘛听甲一清二楚。啊，当吼，我安尼做吼，嘛是无法度的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其实你人是袂歹啦，啊，搁再讲吼，倒真无对你遐尔好着，你是千万吼，毋通踮了外口安尼乌白乱做啦，啊时到吼，若互倒真无伤伤心吼，安尼你就太无友好啊。他这个爱倒你讲的哦，我会安尼做吼，也算毋知影讲阮母啊吼，就真早阮爸就过身去啊，啊放这间厝遐大间啦，我敢若我甲阮母也伫个尔。啊，我有当时爱上班啦，我嘛爱交我的朋友啊，我嘛有我的兴趣钓鱼啊，啊从来无伫咧厝的，爱一个人伫咧厝的吼，比较较俗孤单无伴，所以吼，因为安尼，毋才一直逼咱两个紧结婚啦，我无法度，我毋是安尼做。孤单无伴，啊是讲你敢无想着讲要替恁母啊吼找一个老伴咧？找老伴？嘿啊，找一个老伴的吼，伊就有代志行好，互伊分心啊，这个老伴就会当陪伊去佚佗，陪伊去散步，陪伊去开讲啊，安尼就袂规日下拢想着你的代志啊。对啊，我拢无去想着。无咯，啊是讲找老伴，敢遐简单找啊？讲你讲哦，你拢毋是讲的，当然嘛简单啊，嘿。海丽啊进嘛，海丽啊进甲海丽啊进吼，啊人面遐尔啊看，啊找因介绍吼，无问题啦，透动啦。对，是讲哦，
明仔载你若有闲吼，无你才陪我斗阵来拜托海丽仔进，你甲我拜托啊！拜托的啦。